社会安全啦，修复土地，越来越多农民投入有机耕种。所讲的有机农业是唔用农药、唔设化学配，改用有机配来种，用生物防治法对抗病虫害。今日农委会本专题要同大家来看这款最近推广有机农业的发动农民，佢哋唔係病马上產量下降，也順應4年去耕種，甚至有的農民照小民的自然農法，做前強調自然，能有機配到唔種，而破除先農作將種一出東西的觀念。喺落到太麻麻嘅，數個方面無限定摘菜，就建議將菜打塊青青，唔好看上。啲花蓮嘅花田稀釋農場用有機來種，人哋度嘅空間青菜就有結合適種。要種嘅東西較多樣，但是每種嘅量冇咁多。很種有機嘅就係友善對待土地，你個挑嘅。還要用有機嘅方式來種，貼甜嘅，所以咧調嘅將會來試。摘一粒正常嘅西苦瓜，放落在，食起來黐黐甜甜，味香味增加。農場度奶就有驚喜，有一道唔少堅固嘅青菜品種。那這種鮮食高麗呢，它是原生種的，那是我們原住民他自留種，一直延續到現在。這是我好不容易跟老人家挖寶挖來的。農場嘅立體種植方式也同貼片，以9田地度有種嘅羅皮嘅토마토結合烘作物，目的就係愛分散米絲，按用菜種就唔知愛食哪種菜真好。農場順控上南面一般農民一定留嘅插草，也是佢難用嘅滋養。好好利用插草，唔是有嘅唔落皮嘅有機耕種，就可以對土地友善，其中一類真好嘅方式。將插草看做係耕種好幫助嘅，還有一個台東農民陸客。行業路客的高資源，順控嘅插草上到強強會俾人較高嘅，要掉行太多數嘅空，看起來一場無人治理嘅高資源，其實有各種各指數，和大多結結。定期上草大農，就係路客保持難用眼皮嘅秘密武器。因為草係對土壤改善其實是最大最好嘅工程，最大最有作用最強嘅一種嘅改良劑，啊，佢做啲本來保送係前提，因為佢保濕係因為日頭曬唔到嘅時節保水、保濕、保送，咁樣你奶嘅就會隨時都清皮。用日本從過來嘅小民自然農法來耕種，路客物嘅農藥就唔蝕，也唔落皮，連有機片也冇用。所以嘅農作強調自然，我改變落皮瀉藥嘅將種嘅度來食嘅觀念。自然農法都講呀，作物啦都從人咁樣，佢要自家想辦法去修復自家，因為本嘅時間，我相信佢，等佢自家修復起來嘅時節，佢嘅生命力都會越來越強。越來越適應呀氣候，病蟲害都會越來越少，越來越健康。從細處第一定適應嚟做農事，行減土地，路客一屋切生意，高等自家出產拉自家工藝嚟嘅成法，空間有地少。雖然有機農法無像自然農法種出來嘅青菜果子比傳統農法較細地位，產量咪較少，唔過對種嘅人、食嘅人都一好。更加重要嘅係對土地友善，含用萬物嘅代替，爭做得長長久久。下個新聞黃小孔、齊飛玲發動報道。